嚟自同一個言語治療師公會嘅5名人士，響2020年出版涉嫌煽動仇恨以及縱容暴力嘅3本羊村系列兒童繪本。繪本內容係將2019年反修例事件嘅暴力同犯罪行為作出美化，並刻意醜化中央同埋特區政府，及後被警方國安處拘捕，以及控告串謀刊印、發布、分發、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，最終法院判處5人罪名成立。負責審理案件嘅法官郭偉健響判詞中指出，3本繪本序言開宗明義提及2019年反修例事件，末頁又附有時間線同背景資料，明顯要將真實事件串連起嚟。3本繪本最大問題係每個故事結尾，作者會向兒童讀者表明，上述故事係真實發生，讀者係故事中嘅羊，狼就係要陷害佢哋嘅中央或者特區政府，引導兒童認為中央同特區政府嘅所作所為係有錯以及唔合法。法官直言，繪本出版人明顯拒絕接受香港響回歸後嘅憲法秩序，引導兒童讀者憎恨特首、警方以及對新移民產生不滿，深化敵意同仇恨，令兒童相信唯一應對方法就係反抗。法官裁定3本繪本均屬煽動刊物，各被告明知3本繪本屬有煽動意圖刊物，仍然刊印及發布，裁定全部5名被告罪成。法官強調，繪本嘅煽動意圖並非單單源自文字，而係呢啲文字響兒童腦海中所產生嘅後果。言論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並非完全冇限制。從羊村繪本案就俾大眾了解到，發布出版物企圖煽動反國家以及反政府嘅仇恨情緒，已經觸及國家安全嘅底線，因此特區政府必須嚴厲執法。